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秋天来啊，慢慢变较凉冷，一寡虫拖拢走起味，无亲像热天遮尔啊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虫拖的虫。这虫就是昆虫的意思。一般口语的讲法，特别是讲无翅啦、无脚、长形、软软的细只动物，像咱讲生虫。另外文音读做虫，像讲冬虫夏草，都爱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词虫拖，这个意思是讲一般的昆虫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菜虫食菜菜卡死。另外有一本字典，还有讲到下一句，讲是河边大汉死伫河边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叫人唔通做歹代志，啊若无就会得到报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菜虫食菜菜卡死，种菜才会做田人，即马拢无爱喷农药，颠倒开始惊用天然的方式来头虫拖，像讲用青番姜啊洒水，或者是洗衫粉掺水做杀虫剂，颠倒搁较有效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虫，另外本音读做虫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